在安卡拉举行了以中共缔造的新中华帝国与中共对人类的威胁为题目的研讨会，近60名议员、记者、学者、作家和土耳其官员参加。此次研讨会由维吾尔学院基金会和东土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就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反对东土独立的政策、新中华帝国与中共对人类的威胁和如何应对防止维吾尔种族灭绝等主题发表了演讲，并进行了讨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英国广播公司周日播出的专访节目中表示，中共对台湾的攻击并非迫在眉睫，但美国正在密切地观察动向。他指出，很明显中共军方在发展突然在某一时刻攻击台湾的能力，但决定是否攻台将是一个政治和政策的选择。乌兹别克斯坦总统2日签署总统令，宣布该国管辖的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从7月3日至8月2日进入紧急状态。首府1日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计划取消其自治地位。分析人士称，当前局势不会对乌兹别克斯坦政权稳定构成威胁。据中央社报道，俄罗斯离埃科学家科尔克被控叛国，从医院转送监狱后死亡。科尔克曾扑中共做过科学讲座，中俄关系称不封顶，但俄罗斯仍然多次逮捕指为中共间谍的科学家，显示情势微妙。塔斯社昨天称，俄罗斯在新西伯利亚拘留第2名涉嫌叛国的科学家，目前还不清楚两起案件是否相关。瑞典首相表示，该国将遵守与土耳其达成的包括引渡恐怖分子在内的协议，并表示没有参与恐怖活动的人不必担心。安德森没有回答就上周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前，土耳其与瑞典和芬兰签署的有关加入北约问题的3方备忘录中向土耳其做出的重大妥协，为此遭到民众严厉批评的提问。据丹麦警方介绍，周日在哥本哈根的一个购物中心发生的枪击事件中，3人死亡，10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22岁的嫌疑人在枪击事件后被警方逮捕，警方不排除该事件与恐怖活动有关的可能性。警方正在丹麦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调查。2009年7月5日，中共在东突厥斯坦首府乌鲁木齐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事件。2009年7月5日，在乌鲁木齐，以各大院校学生为主的维吾尔年轻人，在目睹了互联网上传播的在广东韶关打工的维吾尔人遭遇一大群汉族人手持棍棒袭击的视频后，组织了一场和平游行，目的是要求政府有所作为，保护在外打工的维吾尔人，依法惩处暴徒。然而，和平游行在中共殖民政权王乐泉的安排下，成为了对维吾尔年轻人的一场血腥屠杀。75事件导致维吾尔人和汉族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从此中共治疆政策也发生了转折性调整，由经济发展转为政治高压。在乌鲁木齐大屠杀之后，尤其是2016年8月，随着陈全国调到东突厥斯坦后，中共计划已久的种族灭绝行动开始，东突厥斯坦也变成了露天监狱。